讲到5月15日，也就是今仔日是台湾的全国儿童安全日。根据着这国教署的统计，幼稚园不当对待裁罚案件，112年有49件，也来到113年的时阵是增加到135件，是前一年的2倍7。着民间团体呼吁讲，这政府就要监督，也要聘用有幼教专业的老师，定好来降低不当对待风险。3月开始，就是台湾幼儿园的招生季。今年2岁到6岁幼儿入园率已经达到80%。根据警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今年3月调查显示，家长选幼儿园上重视的就是教学活动的空间、和教学策略，各有卫生环境，但和囡仔互动、教学伦理、校园安全上在正歹掌握。所以家长也建议通建立明面公开敏感的平台，让幼儿园资讯更加透明，也较安心。那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幼儿园有这样子一个公开的评鉴制度、匿名制，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幼儿园的不管是师资啊、环境啊、设备啊、学费啊等等的有一个星等，然后家长有一个有一个问卷的一个就是说回馈之类的，我觉得会蛮好的。像是师资是不是专业啊，或者是老师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带领我的孩子，或者是关怀我的孩子，对于我的客诉呢，能不能够及时的反应等等的。这些面向呢，其实是家长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呢，政府就是应该要帮助家长来进行幼儿园的一个把关工作。警管基金会也指出，根据国教署的统计，幼儿园不当对待裁罚案112年有49件，113年向增加到135件，是前一年的2.7倍。其中包括不当对待、教学环境、师资等问题。全国幼教产业工会认为，这和聘用无教师证、不是幼教背景的大学生有关系，因为因欠缺专业的幼儿发展知识。不具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幼儿发展的知识、教学策略以及班级经营的能力，难以应对幼儿常见的突发行为。工会呼吁国教署通重视伫告保现场专业司机平衡的问题，希望先提悬合格告保人员的待遇，因此做好客查评价，也要聘用真正有专业幼教背景的师资，安尼才通确保幼儿是伫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大汉。记者梁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